好来看即马这油价大起，即礼拜呢，咱国内汽柴油是起超过1块，若渔船的这柴油的价格嘛是同款起的。对东港的渔民来讲，影响有影是真大。有渔民是表示讲，这大只渔船的加油一摆就要加买2万块，这负担有影是真沉重。 一条油管油对船顶，大家无用替渔船加油，油表直直跳。船长无奈表示，因为大早日就消息讲油要大起，东港渔港总着足侪大只船抢咧加油，伊摆袂入去，只好今仔日才来加。即摆油价大起，对渔民的影响确实足大的。咱本来就要来加啦吼，顶几工后要来加，啊，拢大只来加，啊，细只你要哪炒要来加？拢大只占条的啊，有天就阮就出工啊，啊，歹天就迄个困较多的。啊，油价嘛是爱吸收啊。有啊。受到战争影响，国际油价大起，渔船加的柴油1公升起9到5，一粒油桶200公升就对3404块起到要3600，差要200块。若大型的船一摆差不多爱加100桶，就加买2万。 逐位船长拢表示，安尼1个月油钱就加要120万，负担增加足大。啊，甲进前差偌济？差200块？差不200个啦，我这我差1000块呢。差了500块。我出去10工就差6万啊，出去差10工就差18万啊。我无出工无人借啊。无船山顶的，讲伊无出去做工课的，人有薪水人领。阮船啊无赛水，无人借，啊，阮就搁爱饲外落的呢。 渔民拢讲希望政府会当小可补助，互因损失会当减少。船长嘛表示，鱼市的价格应该爱起高，才有法度负担油价起的部分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